妹平安。平安。在诗篇149篇1到3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愿喜爱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永远的得胜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让我们得胜神，你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继续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承认我们的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啊，你赐下我们喜乐的神，是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来到殿中，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样子的天气，在小犬台风来的状况下，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献上敬拜，因为无论是风雨，它都不可以阻挡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你连接。谢谢主。
耶稣受难，天父爱我的彰显，永恒盼望的生命，荣耀恩典为我冠冕。十架的大能，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受鞭伤，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感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受难，天父爱我的彰显。身体和宝血，因你受鞭伤，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感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爱我们的，知道我们的，愿意倾听我们的，愿意扶持带领我们，甚至抱起我们那脆弱、软弱、坍塌在地上的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自欺欺人，说主啊，没有人在，我是孤单的一个人。不是，是你真真实实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
有了那个盼望，就是我们有再大的冤屈，我们有再多的那种怨气，我们有再多的好像有字难生，我们有再多的那个话说不出来的，但主你都知道。谢谢你有一位你知道也在乎，你不只知道，你在乎我们。你说你是我们的牧者，你必带领我们到那可安歇的水边。即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敌人，有那些强暴的人正虎视眈眈，看着我们在那边安歇的时候要侵袭我们，要在背后攻击我们。但主，在你手中谁都动不了我们一根头发，因为你每天数算我们的头发，甚至提我们的名，你知道我们的名，你为我们祷告，也提醒我们，因为主你的名，你让我们持神爱手，走在主你的义路上。谢谢你不离不弃，谢谢你的爱与管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来请。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用这几节，我们就知道那个恩典在哪里，好不好？这个经文不是说别人，说我们。这边很明白的说，他不按照我们的罪，我们不是别人。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来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神因着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意思是说他会发怒哦，是吧？神会发怒哦，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哦。他会责备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神责备我们是爱我们的缘故，他会愤怒，我们会得罪神，好不好？我们从我们自己现在此时开始回溯那个恩典，来数算恩典哦。就是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但他却白白的恩典给我们，他却是看我们为宝贝的，这个叫做恩典。原来不配的，他加给我们的，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来数算，倒数回去哦，倒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开口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名，主啊，当我们求到你的名的时候，主啊，特别是主啊，你是这一位，主啊，是听给我们所有东西耶和华以勒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我们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来喂饱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灵魂，主啊，你给我们灵粮，主啊，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主啊，可以苏醒起来，主啊，使我们不再颓废，主啊，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被激励，主啊，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有盼望，因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说，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为我们征战，谢谢你让我们有力气，让我们重新得力，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唱歌，因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诗歌，主
主啊，谢谢你，你有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每次数算的时候，我们就数算不尽。主，谢谢你，主啊，你的圣名引领我们。主啊，因为你的圣名让我们知道来寻求你，因为主啊，我们寻求你的，主啊，我们就寻见，这是你的应许。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次我们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主，你是这位信实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每次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力量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我们常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主，我们就看到，主啊，你的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错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离了你。主啊，我们原是这么不配，主啊，我们应该胆怯的。主，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不用惧怕，你用你的爱来爱我们，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应许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上帝，全地都在你的判断中。主啊，你纪念你自己的约直到永远。主啊，你纪念，主啊，你自己的话直到千代万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以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根有基。主啊，以致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一个引导。主啊，以致我们可以做对的事，以致我们可以回转起来，回转归向你。谢谢你爱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爱我们自己，但你却这么爱我们。你的爱带来让我们可以重新让我们重新。人的心累了碎了很难恢复，但你的爱可以，你的爱融化所有的裂痕，让我们的心的裂痕因着这个裂痕，主，你的爱使我们的生命因你而有主的荣耀跟美好。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主一直赐平安的神，我们再次来感谢我们的上帝，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施加的大能，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你手边上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感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这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这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是主，你是让我们得平安，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恩惠，甚至你告诉我们该如何去饶恕的上帝。你不只教我们，不只给予我们这些，你更是亲身的来示范，是示范我们有时候可能迷失了方向，但是你却愿意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在最近或许经历到了一些让我没有办法继续觉得很平安，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有点动荡，觉得
上帝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爱下去，主啊，我没有办法饶恕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上帝要说，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的平安，他的保护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我要邀请大家，若你今天心理上有那个受伤，说我没有办法饶恕，我没有办法继续爱人，你那破碎的心躲起来了，不想给上帝看的，我要邀请大家，今天就来到上帝面前吧。上帝不会因为你的心破碎，不会因为你没有力去爱人而不爱你，他要把他的力量加添给你，他要带领你重新从低谷里面站起来，就像当初将我们从灰烬里面拾起一样，他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对上帝说，说啊，求主你医治我，求主你充满我，求主你洁净我，主啊，让我们再次成为你那合用的器皿，主啊，医治我，医治我，是主啊，医治我们，洁净我，医治我，洁净我。主啊，求主你的诸王掌权，你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的父只有耶稣基督，任何仇敌都不准来侵扰我们。主啊，求主你洁净我们，主啊，医治我们。献上感谢，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当中有这么如此美好的与你的面对面。主耶稣，谢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恳求神的赦免。我们最近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会远离神的同在？在约翰一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看到大卫他在面对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知道他得罪神哦。这个是在先知拿单告诉他的时候，原本他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他以为只有他跟约押知道他害死了乌利亚。
但是我们都知道，神都知道了哦。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用这段的经文一起来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哦，他是懂得认错了哦。当他爱世界，他在眼目的情欲所辖制的时候，他远离神哦。但是当上帝借着拿单再一次来提醒他的时候，他是很懂得亲近神，然后认罪哦。所以当他认罪说我得罪了耶和华，然后后面神就借着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是我们能够来到神认罪悔改，是神他的信实，他的公义哦，他必要赦免，他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哦，好不好？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哦。有一些不属神的言语、思想、情感，我们恳求神来挪去，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像大卫一样知错能改，回转归向神，好不好？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认罪，一起来恳求主的圣灵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想起哪里得罪神是不合神心意的，开口同声来祷告。口舌说了毁谤，说了不属神的话，说了这些不合神心的话，主，我们恳求你来怜悯，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主啊，求你拿着炭火来洁净我们的罪，宝血来洁净我们心思意念，是的。主，我们知道这世上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缠绊着我们，都在影响着我们，介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合神心意的大卫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辖制，但是我们知道神你是公义是信实的，当我们认我们的罪，你必要赦免，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愿意饶恕愿意赦免的。主啊，如果我们心里还有一些的苦毒怨恨，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一些的情绪，奉主的名捆绑，让这一些不属神、神不喜悦的离开我们，就好像大卫一样，他得罪了上帝。主，如果我们得罪了你，在每一个思想情感，在我们的意志上面，我们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求你的宝血来洁净，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就好像大卫他很坦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可能在眼目在肉体，我们在我们的情感思想上得罪了你，愿你来赦免我们，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主你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站在你的面前是渴慕亲近你的，而不是战战兢兢，而不是这样害怕躲藏，而是真的好像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一样。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要继续来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他们能够查验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用诗篇103篇的第2到第3节一起来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要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领受神的信心还有饶恕。我们恳求神来医治充满在我们当中。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恳求神医治的大能，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在进入到安宁的一些，就是明天要开刀的，或者是在住院的还有是面对亲人失丧。我们明天晚上在这边有一个安慰礼拜那个江远芳姐妹牧师在医院为她受洗她家人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希望透过教会的安慰礼拜，我想牧师也带他的先生来决志我们恳求神真的透过这个过程来安慰这个家人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爱他们，有一位神为他们来预备永恒。我们也为主所爱的这些孩子，他们所领受的产业大概在11月、12月会有这些要生产的姐妹我们奉主名来祝福他们，让他们所领受的产业是蒙福的，是神所看顾的，是让从小就有圣灵同在的我奉主的名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是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可以自由，可以兴盛的。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愿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这个祷告，支取属天的能力。我们奉主的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奉主的名领受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大能，为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奉你的名来进入到你的同在，你的医治的大能现在就充满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主，你知道可能他们面对癌症，面对肿瘤，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主，你是他们的神，他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他最好的医生，来帮助他们进入他们的5脏6腑，来抚摸，来触摸他们，来医治他们，来供应他们，来帮助他们。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特别是在这样的进入到神你的同在当中，享受神你的平安，享受神你的医治，享受神你的自由在它里面。愿你来赐福，来帮助他们在灵里面要得自由，灵里面要得舒畅。主，谢谢你，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他们当中。主啊，安慰他们失去亲人的哀伤，特别让他们看见神你为他们预备永恒的赐福。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得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要斥责一切撒旦黑暗的工作离开我们当中，特别在我们当中身体病痛、心灵受捆绑的，主啊，要靠着耶稣的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十架的大能。主啊，你复活的力量要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彰显，在他们的病痛中来彰显，在他们的心灵窘迫的时候来彰显，在他们感觉灵里被压迫，没有办法得释放，甚至那控告谎言的声音缠绕的时候，主，你十架的大能要彰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释放他们从捆绑中得自由。主啊，你带来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是得平安、得保护、
得自由的生命。主，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为一个人祷告，不只是为一个身体的病痛祷告，更是为这个信仰群体的病痛来祷告。主啊，你要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一切魔鬼撒旦的权势离开我们当中。主啊，你让人的心在你的里面恢复自由，在你的里面得着医治。主啊，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不必再受制在这些苦痛当中。主啊，再次在你的面前来宣告，主，你所爱的儿女们要被兴起，主，你所爱的儿女们要在你的心意，要在你的话语当中被释放。主啊，在你的心意里面被光照。主啊，要跟随你的脚步，要将自己放置在主你的荣耀当中。主啊，恳求主你来保守，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主啊，我们都定睛在你的心意上面，不让仇敌魔鬼撒旦有任何欺骗我们好像让我们好像成为那破口的机会。主啊，恳求主你亲自来堵住这破口，亲自让我们的身心灵在那里面得着真实的自由。主，在你的保守当中，在你的平安当中，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我们就在那里面来得着释放。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带领我们，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有真实的平安，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有真实的安慰，在你的同在中，主，我们有真实的感受到，主啊，此时此刻我们就与你同行。主，恳求主你来保守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更是带领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们就听见在祷告中你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病痛说话，你对我们的心情说话。主，你对我们的脚步说话，你对我们的未来说话。谢谢你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随你，我们是跟随你的脚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愿意领我们走在主你的平安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Amen。他不只是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国家进入到神的同在，那里就有复兴。我们一起用弥迦书6章8节一起来宣告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世人啊，我们也可以说台湾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那我们要恳求神来施恩，看顾台湾。可能就是面对自然的灾害，面对人为的势力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台湾，怜悯我们执政掌权的特别是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就是开始撕裂让这些政党对立、族群对立，或者是撕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了要那个名，为了那个权殊不知这个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他们不懂得敬畏神，就是去拜那一些的偶像所以恳求神来怜悯也让我们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他。特别为小犬，不是我儿子了，小犬台风了这个明天也影响到台中了那明天台中也有放假那我们恳求神让这个小犬台风能够赶快的远离，也不造成大的这个伤害那我们特别是为了整个剧烈变化的天气天灾人祸，还有这些的暴力横行还有语言的暴力、媒体的暴力，我们都看到都是在做这一些的影响。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性骚扰问题等等物价的飙涨我们恳求神来怜悯不然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执政掌权呢，为了下一届的新的总统，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台湾。神，你所赐的宝岛，神，你是美好的地方。主啊，你让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让这里有不同的圣迹，都是要看见神你所创造的独一性。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不会因为选举来撕裂、来对立、来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主让我们知道，唯有神你才能够掌权。这个总统的大卫权柄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百姓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每一次你的圣手来护卫着我们，躲避这些的天然的灾害，因为你调动万有，你命令万有。主，我们恳求你来施恩，让小犬台风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台湾影响到造成大的灾害。奉你的名恳求你施恩赐福，来帮助我们进入到神你的保护、神你的平安跟神你的护卫。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圣洁又公义的阿爸父，谢谢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让我们都成为你蒙大恩的儿女。我们成为你儿女，有这样的权柄，来自为我们所爱的台湾，也就是主你所爱的台湾来祷告。主啊，因为你差遣众多的仆人、宣教士来到你所爱的台湾，为的是要叫台湾的人民来认识你。但主，我们经过这么多的祝福，主啊，仍然有许多的人将这样的成就、这样的祝福，就像是台风一样，当作是给假神的，把你的荣耀给假神。主啊，我们只有到我们失去的时候，就像这个小犬台风来临的时候，要造成迫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地上的人民才知道，原来他们所拜的假神没有办法叫他们脱离这样天气的变化。主啊，我恳求你怜悯为念，施恩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让执政掌权的，特别是台风要经过的这些区域的执政掌权者，都有一个爱人民的心，好好的做规划，也好好的预备台风，让灾害能够降到最低，让那些最弱势的，或者是孤儿或是寡母，经济上最弱势的，不要受到台风的侵害。主啊，我恳求你，台湾要进入总统的大选，孩子恳求你，让每一个要做领袖的这些总统的候选人，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也为尊你的名为圣，但主啊，我求你差派合你心意的仆人，合你心意的儿女，都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拿单，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要选择为公义来发声， Amen， 来帮助他们的，不论是他们未来要选举的这些领袖们，真正知道在这地掌权的是主耶和华，是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主啊，若非认识你的名，台湾不配称上是宝岛。主啊，我恳求你，我们等候你，等候你荣耀彰显。当我们万国万民列邦都因台湾的名来认识你，知道你高举台湾的名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荣耀彰显在台湾，特别是在10月10号是我们的国庆日。主，仍然有许多人因着这个名称来互相的攻击，但主，若我们认识主，你是我们台湾的名，主耶稣基督，天父，你是台湾的名，主，我们就不会再争执。主啊，求你让所有在台湾所认识你的众教会，就是你的众儿女们，主，都不要再沉迷于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而是单单先求主你的国，你的义，让我们的生命带来转化，让我们生命可以做见证。主啊，求你让众教会都脱离那宗教的灵，不要用宗教的一些制度规章，而是单单用爱主耶稣基督的心，因为深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为的是要爱我们，天父的爱在此彰显。当我们有爱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的教会就成为荣耀你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就成为荣耀你的国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在台湾，就如同在天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感谢主哦，我们为国家也为我们的教会哦，
其实不是这个建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哦。我们奉主名让每一个人知道你的位分哦。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阴间的权柄，或者是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防守，我们是可以攻击的，我们是可以捆绑的，我们可以释放这些被掳的哦。那神已经将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教会，给我们哦。那我们如何有信心来使用，来宣告或者来祝福，让这些受压制的、受捆绑的，能够很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信靠耶稣。就是他们被帕子遮住了，他们被捆绑住了，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来祝，为他们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不是就单单在那边防守，而是真的是要进入到人群当中。所以我们恳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哦。我们也为着新选出来的三位长老，然后5位执事这些新任的来祝福，让他们真的是明白自己的职分，也能够按照的神托付的职分，忠心的来照管他的教会哦。我们恳求神也透过小组的关怀，能够有关系性的这样的一个布道栽培，能够帮助他们与神面对面，与神亲近，然后更明白真理，真理才可以使我们怎样得着自由哦。我们恳求神透过我们在跟社区的这些耕耘，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些现在礼拜2、礼拜5或者是周间的一些的松大，我们看到这一些人牧师跟他们牧师们跟他们都有很好的这些的互动，其实他们的心都很柔软了。很可惜，我们的长职同工，我们的团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进来抓鱼进来跟他们建立关系人都进来了，不是我们去的，人都来了。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让这个教会有宣教的热忱，那个 passion 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恳求神让教会真正成为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恳求你眷顾你的教会，神你能运行在你的教会，神你能在你的教会掌权，神你能让你的心意运行充满，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心意来在牧养，来在建造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主，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怜悯你的教会，有没有忠心，让你成为好又良善又尽忠的这仆人。主，我们奉你名恳求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的恩典，能够站立在这边为你的教会呼求。主，我们不是认为我们已经得着，主啊，我们乃是主啊努力奔跑，向着标杆直跑。主啊，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迦南教会所预备的。主啊，我们要提说，主啊，你那个古老的给我们迦南教会的应许，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对内是祷告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你的心意不会落空。主耶稣，我们知道你要震动凡可以震动的。主啊，我也要使那不能震动的可以留下来。主啊，那个不能震动的，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就是跟你的连结。主啊，要使迦南教会成为满有真理、满有爱的教会。
主耶稣，谢谢你，因为这个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要提说，你在迦南教会兴起了一代一代的代祷者。主啊，为这个教会，主啊，把自己埋在里面，主啊，成为种子使了，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啊，我们为了这些代祷者来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收纳了这些代祷者的祷告，主啊，都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的祷告也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要照你的应许来成就在迦南教会身上。主啊，我们继续恳求，就是主啊，那个五重职事的服事，主啊的恩膏也降临在迦南教会。主啊，那个使徒性的恩膏，主啊，那个先知性的恩膏，主啊，那个教师的恩膏，牧师的恩膏，主啊，传福音的恩膏，主啊，都能够在迦南教会一个一个的被兴起来。主啊，你的心意没有改变。主啊，你的时间尚未彰显，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没有改变。主啊，谢谢你兴起一代一代的爱迦南教会的人在这边一起服侍。主啊，我们把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赐福。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很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是或不得时，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一起来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再来，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拍手将荣耀归给那永远的君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同在，你的供应，你的医治。主啊，你太丰富了，凡我们所需要的你都有，你都愿意给。愿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更多的属天的权柄在我们当中。祷告，借着寻求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会遇见你，遇见你的平安，遇见你的同在，遇见你的恩膏充满在你的子民身上。谢谢耶稣，赐福给我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好叫我们成为神你国度的荣耀的子民。谢谢主，也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者。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上帝与你同在，哈利路亚。